加油，谢谢。结束我们团队的第二次暂停。加油，谢谢。结束我们团队的第二次暂停。加油，谢谢。结束我们团队的第二次暂停。再回到中间，来帮我们改一个加油的 pose 好吗？全员加油！今年中信兄弟啦啦队2021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一起加油哦！也欢迎大家来到场上，跟我们一起加油，透过我们的应援，希望呢我们可以迈向呢总冠军的宝座。场上呢，绝对是呢活力四射。这些剧场我要颁给是我们 PS 的扛把子圈圈。扛把子啊！哇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送这个，大家是有很惊讶，圈圈有一张照片。反差，我现在还没有抓到那个休息的时候要怎么维持体重这个节奏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贵贵可以教我。真的，向学姐请教一下。那张照片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其实就是因为11、12月那个时候比较少公开活动，然后又都穿很大件，然后就都在家里，然后每天都在吃宵夜，所以就变得很胖这样。所以你开训前就是有努力的瘦下来。对，就是过年的一整个年假期间，也都几乎不太能吃宵夜。宵夜，偏食，其实还是有吃，还是有吃，就是吃就变得要吃很少。第一场会是在看预赛的时候，对，3月14。那也是你相隔很久再度回到，有多久？没有，我去年的最后几场，对关于决赛有跳，但是就是那时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专注，对，但是就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，就是会跟以往一样，全心全意的在上面。上半年的时候有出一本就是日文版的写真吗？对，就是把它翻成日文。是。那下半年有没有新的计划？有，今年会再出一本书，但是方向跟内容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确定，就是会跟上一本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因为想要给大家带来新的